重新装，也就火烧庄去过河，签字做一个退路。萧凤阳讲啊，错，对，副太总理经济谈判地点，日本皇军登陆军队人数有8000人之多，武器质量无法成对比，国才保护人民性命，爱看赶紧往前对火烧庄方向进行，同时积极联络其他客家队来支援。邵光明就讲：好，命令两位副总理赶紧积极下令，将所有嘅义民军转战到长兴庄，也就是长治乡来去。同时派快马加鞭通知前队，指挥马上加强乡民组织，并热火防战嘅战壕等一切公事。张带两啥讲好，所有义军唐人。大家紧紧整理带车战争武器，撤退转到长兴庄来去。中义军、义民军就讲啊，全面大家撤退转到长兴庄、火烧庄哦。嘅时间到半夜。1895年10月11日的半夜，后来大家来讲看第三盘火烧庄战役一下就来到火烧庄了。澎湃日本军攻打浦项岛，才14小时的攻打，义民军在浦项岛实属失败大败。转战来到长兴庄以后，陆队各地客家乡亲纷纷来长兴庄了解与参战这件事情。太总理萧凤阳与陆队各总理开会研究批战对策，双方展开生死之战。义民军左右一批后，长兴庄架设各种防御嘅工事，有枪眼一级两公尺发嘅石壁墙，还有坚强嘅城堡可以防御敌人嘅设施。邵光明讲啊，报告太总理，非常的钦佩与感谢太总理。今日爱做对就是感动，有难太总理能够领导中前左右后，以及先锋等陆队客家乡亲组织义勇军来上救，感恩不尽。我代表做对要感动啊，向太总理暗一个感恩的。萧凤阳讲啊，副太总理，请莫按道理，客家陆队本是同根生，何必分爱？今日虽然抵抗的14点钟来战败。冇将日本皇军打退，陆队义勇军又有输伤不少，我也是非常刺激自家之批自家，但是要记得日军为武器质量训练完善，同时兵马人数两个人能记下比按多。就像中参谋
中发村所讲，紧打紧退，紧打紧退，转战来去重新庄，也就火烧庄，强制做一个退路，来求上路，加莫习俗在家东脚，中秋为本人当作霸场的口拍嘅一样样。当时他个都会变成肉酱，口风上讲有样。根本人退守来到前队重新庄，也叫火烧庄，东山再起，当然该好。不过，我想日本皇军必定唔会死心，一定会追打过来。但是我想记得。人生天唔熟，拄好一定了，就适当能记下粒大炮，相信佢哋多少有受伤，只是佢哋唔敢一时就救过来，因此佢哋就好好为利用呢个机会，积极做好各项嘅准备。口风上讲啊，副总理所讲也全系真理，有样。两下要紧呢，系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尤其前队嘅陆长包括重新联络9亿准了。还带填了7分呢，而特别加强。我哋以重庆火烧庄为主，副总理以及各位在场的各庄头负责人，下去积极通知各庄头做好准备工作来批战，不得延误，口风上讲啊，好，遵照判定，向义向果，积极去通报国家国府南五总等，他甲强下来10万座。向义向就讲啊，通路打3趟，大家点通。国府南五总等。初本日安保加东局战役，加东局普日了实数，俩下6队义勇军转战到我哋重庆庄来。有关义勇军呢资源已加入，欢迎大家参加一个行列。农耕工作暂时停下来，大家共同做好准备工作。了无为就讲哦，我谈到位，我等一伙房有30人3人，全部参加。请问要做按多乜嘅事啊？小英雄就讲哦，感情。而是防疫嘅公司，从主任讲公司有创建以及两公策法嘅识别上，还有坚强嘅成就可以防疫日本军嘅战火等等工作。总北面就讲啊，你想讲，今日系两脚夫人家。来去做火头军，煮饭菜死得冇？你想讲啊？死得哦，真蛮死得。常志强用常志强讲，后来再看下一集、第7集，火烧庄真是上大哦！在义民军以及6队各队向前10万有中心策弹，
为了客家嘅表现之下，在1礼拜7日就准备好重新装嘅防疫嘅公司，有长远以及两公策法嘅识别上，还有坚强嘅从教会可以防疫日本皇军嘅设施，以及加强军事战备训练。到嘅1985年11月，日本军就来攻打重庆庄。田中三郎讲啊，安怎呢？陆队人民兵啊，在10月11日一共只用嘅14小时嘅时间，就奔华大古市。华大古市喏，那个大炮打牌，掠下逃走到呀重庆庄去嘅。我哋冇追打过去，系看那客家陆队民军会投降嘛？盲地，佢哋一下经过嘅3礼拜，不但不投降，沙菜嘅气候战备公司意图反抗啊！一夜前人讲啊，无过所谓，客家人硬頸得笑，위太。田中三郎講啊，위太也骨頭，抹嘅위太。一夜前人要講啊，無過小狀，我係講客家陸隊人民，面對華大古市，皇軍係很厲害。一定都唔驚，唔會搶滿清朝廷嘅官人。一聽到皇軍而來，驚走到唔怕枉死，走到驚死無路命。呢種嘅客家精神，報告小組，唔講嘅種위太係有樣冇。一個田中三郎都講，有樣是有樣，可是係硬頸，從眼人來對貼。經濟情報通知，台南府省已經在初步日22日投降復嘅，全台各地個歸順。掠下只有陸隊民兵在嘅10萬披戰，天光人就來開戰，一夜7人全連下去，一夜7人嗰度講，一夜7人就講，嘿，一個就講啊，就講嘿，安尼話一個報告小組。上次我才碰一了，戰役中險本陸隊嘅副兵用布頭劈到，我掠下現在嘅頸，心肝現在嘅卜棍，唔掂嘛？田中三郎講啊，卡先呢係上腦嘅，一夜前啊。輕擔嘛，黑落啦，有黑落嘛，一夜7人鐘啊，報告小組，我嘅虎狼hand舉報，怕冇落血啦。田中三郎要講啊，一夜7人，日全連下去，天光早晨開戰，要普遍做先行。嚟刺探，一夜7人講報告藍田雙會，田中三郎小組有指令公文出一隻嘅，搶過目搶看，藍田雙會就講話，
哦，小组织是爱普兵连左先锋，是攻打陆队的前队重庆庄火手庄。117就讲啊，报告蓝田上尉，看呢公文指令让在个外也研究喏，学到的迄嘛，要输强嘛，有学到嘛，要再来输强嘛。蓝田上尉讲有地位哦，18位哦，因为军情探探抵得下岗人系一个相当有毅力、答硬劲的出拳，有双倍在普日楼一战超过2抵的，应该炮兵做先行，让先用普兵咯。117讲啊，报告蓝田上尉。也计划让我讲，蓝田上尉就讲，因为此普日楼战后多近，已经有110日了，有军情探探抵得，和重庆庄的民兵训练人数，各体育队人民纷纷加入，同时重庆庄军事的公司也做该完善，同时重庆庄的夯土亲像机床一样的，按细条的，也种夯土体型不宜普遍进入，不但难入，那是200得，也出唔得。再讲陆队小米用马嘅铁闸、瓦炉、布头等等容器作为兵器，尤其布头暗中破下来，会像破柴的一样，会被破到对杀开来呢。117人就讲啊。报告蓝田上尉，上次我在加东局普日楼的时间，又是在夯土堆里，我看到一个相当强的客家妹，我想要向前同伊讲话，忙地伊杀比布头，摸的市长啊，我也头啦，跑过来。好在当时我有戴人铁帽，假帽，我做到本机跑出两杀，晒干入做喂。报告蓝田上尉，你下爱让办啊？蓝田上尉讲，蓝田上尉就讲，你下我是行路。跟到蓝田一样哦，进退停3难，战不停死，战前就抗命必死。好，天光人就来应战。117人讲好，我爱回归正洋行的，我记得。我本陆队人民用瓦炉给签到，布头破到我，晒有那啦，一个蓝田上尉就讲，各位弟兄，5分钟后才练习合唱10合，有紧急事情宣布，不得慢30秒。蓝田上尉就讲，大家都琵琶劈脚，做按脚做乜嘅呀？穷怪落去。蓝田上尉讲啊，蓝田上尉同糊涂五郎啊，你那边5点2做乜嘅？让我慢31秒。
恨天伤兵，爱错安部，上归安部诶，头也无水好，经常爱耕田，爱耕个田，毋知我较晓得表田水墨，古所满山水苗，强壮感人了。糊涂五郎咯，有就讲哦，因为爱拄好入伍当兵，前4年，迄吹调诶，10合时走起撇练，3看4看，不对哦，真走转来诶，所以慢诶31秒。蓝田上位，好。茶叶苗来撒用等两撒，也是有人情味。两下前铺，丰田中3郎收到命令，1點鐘後正裝進攻重慶莊。第一排對聯絡方向進攻南門，第3、第4排。由田寮方向攻西門，我在南門外指揮，各通信兵隨時報告軍情狀況。糊塗五郎就講我報告藍田上尉，我行岔路走轉來嘅，一定唔知走去哪裡呢？藍田上尉就講哦。我卡心啊！你批研究冇回報狀況，本來呢，我沒想中島前隊民兵用空上嘅，我嘅弟兄報死無傷。田中3郎就講藍田上尉情況如何？藍田上尉就講報告收咗，本連入到莊內，中到空上嘅，莊內巷土狹又細，不宜入莊攻打。經佢帶上頭就轉來嘅沙都講。從係數2人嘅部頭，刺到數2人嘅挖路，結算人數多見5000飛揚嘅有33人，歸來嘅家係團手團腳嘅，田中3郎，白個嘢咯，來。看我嘅厲害，藍田上尉唔等太普都係劍矛位嘅，一定嘅鑊太普分都係劍矛位嘅矛鑊，兵火手重慶莊，用火手鑊，用人衝死反抗嘅民兵。藍田上尉準備點火，將火把燒重慶莊。2點鐘後，田中3郎個軍隊他家辛苦嘅，大火一邊加上颱風一吹，颱風大火燒，全莊樹在揚。藍田上尉講報告收咗，還係收咗厲害。田中3郎又講，雖然我哋日軍經過講1年嘅時間，佔領加東重慶，但是綠隊民兵死傷論班，日軍也死傷72人，夜兩戰場打來也係損失忒大。掠下
全台嘅各樣戰爭已經結束嘅。澎湃，胡紹宗係野下嘅長思想，沉塘六對感人嘅故事，鮮明在於溥儀樓與胡紹宗兩場戰爭之中，為了對抗日軍，為了保護村民愛鄉愛國嘅精神，犧牲性命。後台參出也都忠勇義軍先民，大家尊敬稱呼忠勇公、義民也，為恕後輩子孫永世懷念。以上就是一個日本軍打溥儀樓一刻，一個胡紹宗呢一段一個戲劇性的一個故事，同大家探討到呢這個哈。上面但我所說嘅語言之中啊，有10幾是日本話改嘅哈，大家都嘅參考。同時希望大家也來看那個注解，乜嘅意思，能夠文章用嚟看，還有圖哈。一個溥儀樓嘅圖啦，以及胡紹宗嘅等等又寫下來。最後呢，還有一個連音詩嘅語音文化用詞嘅研究啊，請大家詳細來看看啦。以上是蒙大家感謝你，謝謝。是蒙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